诗篇第2篇，列国是安怎做声势？万民是安怎计划空空的阴谋？地上的君王在排阵，统治者斗阵计谋，要对抗上主甲伊选立的王。因讲：咱来讲喙，压制咱的胆，踹断捆绑咱的绳。上主坐伫天顶伫笑，在提出因的阴谋，伊受气甲因警告，发圣地，互因惊吓。伊讲：伫我的圣山锡安，我已经设立所竞选的做王。王讲：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。伊甲我讲：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对我求，我就将列国互你做领土，将全地互你做产业。你要用铁管甲因讲，亲像讲喙飞去。众君王啊，着谨慎；统治者着接受警戒，着用敬畏服侍上主，用惊吓屈服伫伊骹下，才免伊去圣地，互恁伫路中灭亡。因为伊会随时发受气，找上主做避难所的人，真有福气。